有关国防的消息，咱要来看汉光41号的演习会伫咧今年的热人来举行，是到美国的将领会参与咱的兵棋推演，这是不了罕见，嘛引起大家关注。也那国防部是回应讲，国军甲民国会维持常态性训练甲交流，会当吸收经验，嘛提升国军的战力。共军继续侵略台湾，国防部公布离离几天查到11架次攻击，6架次强舰甲2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同时搁在发射火箭，飞行路径经过咱防空识别区，掩过关岛伫大气层外口，对台湾地区无危害。因应中共军事甲普什地带威胁，今年到汉光41号实兵演习会有10天9暝，比往年增加1倍。国防部长顾立勇伫疫情主持各界干部的多项兵推，也来新闻社所公布的这张相片，引发关心甲注意。详细一来看，顾立勇到兵座位名牌写印太联合处长，被认为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联合处长巴格伦少将。美军现役将领参加汉光兵推，也坐伫咱国防部长身躯边，画面是真少看。不过代志公布了后，相片随即被更换成做裁切的版本。A capable, disciplined, and a ready force. 资料显示，巴格伦少将是美军陆战队出身的，军主管之前计划，2021年到2023年中间担任美军陆战队第3师指挥官，驻点伫日本 Okinawa， 真实在区域的情势。也咱国防部回应，国军甲友民国家维持常态训练交流，就有吸取实战经验，提升国军整体战力。对着相关一片细节无评论，不过也间接证实美军参加会议。所谓的 J5，它负责的是战略与政策，也就是代表着印太司令部很可能把台湾周边的情势纳为他们作战计划的一环，在有必要的时候，就进行相关的这个协防，反映出川普2.0政府对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支持。军事专家认为，美军将领来台湾已经成立，各界应平常心看待。像2020年11月，印太司令部小将级情报官员将报道访问台湾，显示近年来台美军事交流程度愈来愈接，战级更加快、更加深。记者综合报道。